微笑讲客语 ，Mimi Sale 讲客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威欣赏哦。今天呢要讲什么客家呢？又到了Mimi Sale讲客家的时间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人呐、平常非常的上忙就是很勤奋，懂上忙哦，可以让你很勤奋来工作。但是呢，也要有适当的休息哦。休息呢，客家话叫做休息。我每天都会接到徐妈妈打电话来说，我都休息，我总会以后搞书。妈妈起码念我3遍，每天都休息，就是多休息。我总会以后搞书，就是说不要只会教书哈。那不晓得你在休息干哈？你做嘛该呢？你在休息的时候，你都做什么呢？今天呢，徐威老师要同大家来搞料哦。搞料，这2个字，搅料，好像要做什么料理，调什么仙丹，不是。客家话说的搞料就是玩耍的意思了，其实就是我们闽南语说的佚头郎 ，something like that， 反正就是闽南语说的那个玩耍的意思了。小时候呢，天气很热哦，徐威记得在苗栗乡下呢，大家就会搬个凳子到外面呢来。凑聊聊，就是来乘凉聊天摆龙门阵啊。这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呢，也会来揪门呢，揪就是驱赶的意思，门呢就是那个蚊子啦，赶蚊子。阿公呢就会泡一个酿茶，很浓的茶叫做酿茶。阿婆呢就会剥饭条剥饭条就是剥花生给我们吃，小朋友呢就在旁边搞聊。另外呢，碰到迎神拜拜，走闹捏就是做热闹，就是有庙会的时候啦。老人家就带我们去撮巴希，就是有一些杂耍团的表演，很好玩哦。我记得像我呢，就是在苗栗镇上的玉清宫，有时候还有一些演出呢，我呢小徐威就要负责去 hold V，什么叫做 hold V 呢？就是去占位子的意思了。其实我很怀念小时候这些很好玩的搞料的日子。现在大家只能在房间里面玩电动玩具啦，看电视、吹冷气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学到好几个了，希望你平常要多休息，然后呢有时间要来搞料哦。按字 say 哦，再见哦，张磊料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